中国军方今仔日宣布，伫台湾4号围做海空的军演，而且讲是针对台独甲外部势力的警告。为在是9点开始，国防部也伫台湾周边发现42架次的中国军机甲8只的中国军舰。外界认为，中国是咧针对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的行为，安尼咱的总统府是强烈谴责。海空军兵力快速积极部署，强军东部战区19早起宣布伫台海周边进行军演了后，随即释出讲是特级演训的相关画面，不过无标明翕的时间甲地点。咱国防部指出，对早时9点开始，伫台海周边查到42架次国型的强机甲8只强舰。国军强烈谴责强军的行为，也推出积极避战、监控应付影片来分析。对于这种不理性的挑衅行为，国防部表达强烈谴责，借故发动军事演习，不仅无助于台海和平稳定，也凸显了穷兵黩武的心态，坐实了军事扩张的霸道本质。有东部战区也表示，军演是对台独分裂势力甲外部势力交联的严正警告。被解头是对着进前出访2摆过境美国的副总统赖清德。总统府发声明强调，咱国政府元首出访过境已经真侪年啊，无应该是中国挑战的借口。也指出，中方制造惊吓是介入选举的手法，或者是认为中国想要借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民生经济困境的压力。这一次是蛮空的啊，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，然后他要怎么样的演习，感觉上就是有点纯粹是为了宣传的用意，比较是对内的这个宣传作用大于对台湾。真正的目的应该是回应美日韩3国领袖在大卫营的这个高峰会，经济下行，青年失业率的大幅攀高，所以他可能就是转移内部不满的心态。除了武力恐吓，中国敢若要搁再操纵林地战，所以网络论坛汹涌出现金门离岛有士兵灭无逃走的这文章。金防部严正驳斥是假信息，并且向金门地检署告发，呼吁民众莫误信谣言，落入敌人影响民心士气、破坏国家安全的款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